LV 全名路易威登，係法國嘅國寶級豪華品牌。今日我哋就嚟講下呢個由行李箱做到成為家喻戶曉嘅豪華品牌 LV 點解係 LV？ 呢個有171年歷史嘅品牌背後有啲乜嘢鮮為人知嘅故事？大家好，我係金仔。睇片之前請點讚訂閱，歡迎建設性留言，多謝大家。1837年啦，16歲嘅路易威登咧徒步400公里，從瑞士山村行到巴黎揾食。你冇聽錯，徒步400公里啦。你唔好理呢單嘢係真定假先啦。以前有人話佢擔住2個大西瓜行10幾公里唔換膊頭都有人信，人哋話係咪係咯？去到巴黎之後，路易威登非常幸運咁揾到一份皇家工作。佢跟到拿破崙3世嘅老婆歐仁妮皇后嘅行李箱製作師做學徒，學點樣做皮革行李箱，平時仲會幫手打包皇后嘅行李。喺當時嘅社會，行李箱仲係圓頂嘅設計，貴族嘅靚衫成日都會俾呢啲凹凸不平嘅圓頂行李箱壓到巢晒。而每次見到巢咗嘅衫咧，皇后咧都會責罵路易威登嚟出氣嘅。其實都唔關佢事嘅，只不過咧呢啲嘢打過工嘅人都明噶啦，老細要鬧你，你都要硬食。到咗1854年，一路覺得圓頂行李箱呢種設計有問題嘅路易威登，終於 quit 咗呢一份政府工，因為佢要對行李箱進行一次改革，佢要做平頂方形嘅行李箱。於是佢用成副身家喺巴黎嘅 Rue des Capucines 開咗第一間店鋪，並且革命性咁推出平頂防水白楊木行李箱，直角設計方便堆疊，帶木骨架覆以防水帆布。呢種設計一推出就大受歡迎。好快 LV 嘅行李箱就成為咗巴黎潮流嘅標誌。嚟到呢個時候 LV 其實都只不過係品牌，而真正令到 LV 起飛嘅係鐵達尼號。有邊個諗得到一單沉船嘅事故成就咗一個超級豪華品牌？喺1912年鐵達尼號沉船，當救援隊嚟到現場搜索嘅時候，打撈起一個完好嘅 LV 行李箱。開箱之後，眾人發現行李箱入邊嘅嘢竟然係乾嘅，完全冇入水嘅痕跡。呢單嘢經過媒體報道之後 ，LV 即時大紅大紫，佢哋傳奇嘅品質好快就傳遍歐洲大陸。聽講連伊麗莎白2世個老豆喬治6世都想買翻幾個嚟做皇室御用行李箱。到咗2戰時期，雖然法國好快就向德國跪低，但係法國嘅國民點會咁容易跪低呢？ LV 喺呢個國家最艱難嘅時期，承擔起幫反抗軍運送軍火嘅責任。佢哋設計咗非常耐用嘅木箱，去幫助英法聯軍運送軍火同物資。呢種木箱非常結實，甚至手榴彈都炸唔開。其後又設計咗耐用而且舒服嘅摺疊床去俾前線嘅士兵使用，令到士兵們可以有充足嘅睡眠，瞓得好自然，打得好，好快聯軍就成功收復咗失地。喺戰爭結束之後 ，LV 開始向大眾市場擴張，產品除咗行李箱，仲有手袋、香水、日用品等等。頂級設計師嘅設計加上傳奇嘅品質，令 LV 成為全世界家喻戶曉嘅豪華品牌。2024年嘅巴黎奧運，大家都見到 LV 設計嘅獎牌收藏箱，甚至有人揚言呢個奧運會獎牌收藏箱貴過裏面塊獎牌。唔知張家朗嗰個 LV 獎牌箱肯唔肯借俾我摸下呢？哈哈，今期影片先講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